台北市長蔣萬安最近因為鳥鼠的問題，遭受到民進黨議員強烈的炮轟。議員建議會當去請教到前市長郝龍斌。蔣萬安回應講，環保局近期內都會邀請到專家學者來討論，全力防治鳥鼠。台北市長蔣萬安透早來到西門上款食材附壓式的食粉色。蔣萬安要來遐，清潔人員佇咧邊仔摒掃，無論是例行性，或者是加強變動，攏有一個必要。因為蔣萬安現主席偷看茉莉小的市政難題，就是鳥鼠啊四個團。除了1999的通報數之外，我們的環保局還是任何人有提供給你台北市的老鼠的族群相關的專業統計嗎？中央也沒有這樣的一個監測模型，我跟你說，他們也沒有一個科學的數據。不要凡事中央處理。不是的，因為各縣都有一致的標準。含社民黨北市議員苗博雅一句來一句去，因為台北的鳥鼠到底有幾口罩，無人知。苗博雅嘛提出過去迄兩邊時代標準，不過蔣萬安強調過去的做法不準，那呢北市府後續會安怎做呢？環保局近期就會邀集專家學者來進行討論，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們就是全力來防治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鳥鼠第三團和蔣萬安真操煩，不過3月7日，伊佇咧市政會議進行採視解讀鳥鼠列管，回歸正常作業，更加叫民進黨議員批評，可能互問題愈歹芳。加上前一天含環境部長彭啟明佇咧網絡頂相結，城市的治理本來就是不分黨派監測跟調查的報告的，當時是有進行的。其實我也建議說，蔣市長不妨也來跟郝龍斌市長、前市長來請教。北市議會透早嘛找環保局和衛生局來做檢討報告，若無台北市長未來選舉可能會因為鳥鼠擋掉伊的連任之路。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